你今晚所收听的是波多联播网，在北部地区波多新乡广播电台 FM 98.5，在中部是 FM 77.1大清电台，高雄屏东是 FM 90.9主人广播电台，花莲是 FM 90.5希望之声。喂，大家喂，我你介绍较长，你今日不是要访问我吗？你介绍较长，我时间拢互你讲你。多只露台夫啊！你是你去甲头家讲对无？伊要开遐济台湾来要闹法度对无？依然是安尼倒位，打开是倒位，全部都来一个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哎呀，今天是 Bingo 来到我们的现场哈，其实每个礼拜都是他来到现场，下个礼拜我就不在了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很难得呢哦 ，Bingo 你好，嗨，大雷你好，发新专辑啊，总是普通时咱咧访问别人嘛，对，咱就是讲，如果有人来访问我们的话哈，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介绍自己歌，是种乐趣，对呀，但是舍你其谁啊？你看，不是啊，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两个。我有说 ，Bingo 呢也是真的非常照顾大人的啦。啊，当年我几摆这类电台，我就开始台语拢讲袂认真一点到今嘛哦。哎呦，终成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啊！真的。哦，大人我够厉害。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是互捧的节目，不是啊。我讲其实我当下人之间那几个心呐。好，如果你想要学的话哈，下几公你想要达到那个境界哈，你就会一直去冲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跟兴趣有关系。我感觉大人哈用的声哈，只要你有跟声音有关的，就是你很大的一个兴趣。那碰到现在听众朋友们知道讲，伊在办公室还是用无咧上这波的时阵，他很喜欢模仿别人，知道吗？有的时候红衣大哥来啊，咱今日邀请到Bingo 吼，来到咱的现场啊，对，就这个 A 嘛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他观察的哦，啊。碰到现在大家都想啊，反正就是那些名人呐，大人在模仿对不哈？有一天他居然模仿了我们老板啊！我是赖金贤。Bingo 专辑真的不错那个月大概就被扣了3000。我就没出来啊，因为这类模仿如果不像的话，或者太 over 的话，重点是咧模仿啦，重点是 Bingo 的这个上新专辑我要背，大先咱已经听2首歌曲啊，对不？谢谢。然后呢，就觉得Bingo 的这些创意真的是很厉害。你每一张专辑呢都有它一个主题在，是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每一次所写的歌曲呢都很有意境。我是干嘛讲写歌是一种人生的历练才能够淬炼出来的。当然也不一定都自己啦，有时候你听别朋友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人就是安尼嘛，会翻倍，别人嘛会去用翻倍嘛，这嘛有影，就用人讲这类地球是圆的嘛。耍剑者人很耍剑之啊，是。后来我公姐 Bingo 在这张专辑也找了很特别的2个点一个卖点呢是这个有我们刚刚在讲到华语歌曲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到这个对话期中国市场他们应该也会很喜欢这首歌，叫《错过你的人》。是这首歌你刚刚说有一点 disco， 对 disco 再加点电音，对，因为我想说其实。我感觉基本上在唱华语歌来是被唱那个抒情歌曲的这些歌手太多了。对，举凡是这个李圣杰啊，对，我是说比较这样子，好像张信哲啊，对，他们都唱得非常的好，在很多地方舞台都可以表现得很好。可是你很少听到他们会唱一些电或者比较快的歌曲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就把自己定位在说如果哪一档的时候华语歌，我希望我唱的部分是这一类的。是。然后而且在这一类的部分呢，我自己在写会写得很过瘾啊，对吧？它不是慢的歌嘛，所以写起来就很挑战，很舒服。没有错，对。然后还有一首呢也很特别，是跟阿国，我们的好朋友有台警广阿国，是为什么你也可以找到阿国这个？你不知道每一年阿国都得奖吗？我知道啊。你是希望讲会让沾他的这个，所以你出了我欲飞专辑是要拿广播金钟吗？这奇怪，怎么会找这个警广阿国呢？没有，我们本来就好朋友啦。那我想说，其实阿国有在年初的时候12年的时候有出了一张专辑嘛，对。不过他就是拜年的专辑，有蛇就有的，对的，有蛇就有的。那他声音其实还蛮有特色，对不对？大家东西听也公布这波嘛。那我觉得好的声音不要被埋没，而且我也希望说，我们都是广播人，是。那如果这首歌叫《垃圾友》的话，不应该只有在我们的电台里面去被宣扬。垃圾欧，垃圾友。那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更大的广大市场，其实做
我真的还蛮希望说，如果大家拢是做公播，拢来唱合唱上后，但是不太可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但是我就找了阿国说，要不要来玩一下，唱一下？对，他声音不错，他声音很好，对。然后我写这种是快歌，然后我从一天早上的开始啊，都嘎打给怕酒喝啦，哦还有啊怕酒喝，然后唱到这中间这个 A 段的中间的时候，换他来唱，因为警广是什么暴露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然后很多时事啊，然后提醒你注意啊，比如落雨天啊，好耍爱记啊，对吧？哈，那无聊的来call in啊，call in 要送啥？上内部合理嘛？真的呢，就把这样串起来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卖点哦，因为想讲。这里独立后怀念的播音员了后呢，就好像很少有这个跟垃圾有相关的。我呀，嘿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一首歌呢，又是集结了在咱台湾呢上该出名的两位广播人员的合唱，啊，这是真厉害。哦，都起床就听见我还有搞炸，哦，这有帮我们自己的电台，是的，我还有某某真正要来给你说多下，对不？你有这个潜移默化的给你帮三节哦。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，还有你那个哪一第二句你没有讲啊？第二句是我看一下哈，上班时大声话最近来拍拼，是不是？不都真无用啊？无赢请问你到位？不是啦，我是讲你没有写到无赢啊？你们讲大家来拍拼啊？那我要改成波多金拍拼吗？我加计较啊嘞，我计较才你唔知啊。后啦，这也说真的哦，我们这一张专辑呢，真的很值得大家来收藏。然后现在呢也已经发行了哈。那这一次 MV 也都拍得非常的漂亮，其中有一首歌曲哈，它的 MV 也漂亮，然后歌曲也好听，叫做《第三十三日》。哦，第三十三日，这首歌要好好的介绍。这首歌是爵士的曲风啊，我大概在我专辑来对，一定会给自己一个礼物。就是讲我在做专辑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在专辑里面符合老板的需求，比如说他想要有朗朗上口的歌，比较拔辣的歌，或者他希望有一些能够有宣传点的部分哈，或者说合唱的部分。但是呢，我每一次都会在我的专辑里面放一首我自己想要写的节奏，譬如讲。在前2张专辑，我有一首歌叫《微波仪》，就在讲中秋，今年的月亮没有圆。对，为什么这个牛郎织女都可以相见，而我们却是怎么样？好 ，OK。那当然，这种东西就是这老板给你发挥的空间嘛，所以我很感谢张副歌啊，在剧田给我这样的一个空间，所以我每一张专辑都会放。那这张专辑要放的这首歌《第三十三日》，就是希望把这第33天这一段。你离开以后的这个感觉，把它写在歌里面。了解。然后我刚好写好这个词的时候呢，我马上就丢给我一个同事啊，就是我们的 Jacky 啊，对，有没有？高雄的送小天使，大家好。来，我是 Jacky 啊，对，就是他，都是大家都因为传短信来了，说东升哥你好，因为他是梅东升，他说我不是梅东升，我是 Jacky， 而且 Jacky 呢，一般人都以为他叫 Jacky， 对不对？对，他叫林月勋，他的本名，所以你要看了 MV 哈，写林月勋的时候就知道。那我词写好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现在很方便嘛，手机一赖过去就可以了，他就把那个曲写完，写完以后呢，那我就觉得这不错，我们就来讨论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在曲里面又改了一些风格，就是再加上2个人的合体创作，所以把这样的味道写出来。这首歌还真好听，是很有爵士味道，对不对？其实每一年Bingo 只要在出专辑的时候，他已经对下一张专辑也很有想法了。你今嘛已经开始想好你后一张这明年开始要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唱片对不？对，你总是这个样子，你闲不下来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劳碌命啊，我已经有想法了。就如果有机会再出的时候，我已经有想法说我要在那个专辑里面给一点什么样的精神？对，精神没错。我觉得一张专辑里面它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哈。那当然这一张我被播专辑的嘛，希望讲大家哈，这个时阵特别过年啊嘛，大家拢会当回来这个收藏这首歌曲，然后呢每一个人会当一飞冲天，对不对？最后 Bingo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？来这个推荐一下。好，那个因为每次人家听到第三十三日的时阵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是第33日啊？
好，我们第33刚，好，那当然日跟刚，天就表示说是押韵嘛，对，对啊，第一天第一天美工，那每一个人都会问说，为什么是第33？一个月不是只有30天吗？31天吗？对，那为什么是33、38、35、40天啊？那我觉得蛮好的哈，赶快去买专辑就会知道，就这样子，没啦。其实每一个人纪念这个日子的话，你刚才讲，咱以前在周边的时候，在倒数馒头的时候，你只要不数，它日子过得很快，对不对？倒数就变慢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联考的日子，你开始倒数前，你干嘛讲？哎呦，怎么搞的？是，对不对？哈，没有去注意它，感觉就更深刻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数日子的时候，不管是第33日，或是哪怕是33个小时，对，都非常的漫长，对哈，足作征战。所以只是数字上，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感受。那当然，这就是我可以感受到说啊，身旁很多的朋友，其实在离开的那一刹，不管他的最心爱的人是用什么方式离开，甚至是离开这个人世间，就算不管他用什么方式离开的这些日子，你一定要有一段的时间去消耗它，你才会走过去。对，而且这个气氛跟味道呢，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团队黄明伟老师，他的编曲，他可以把这样的味道做出来。因为有时候人家下挂的时阵哈，你要找编曲，你要怎么沟通，然后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火花，最后是形成我们听到的味道。有没有像邵大伦那个小手拉小手？就是你要形成那样的味道，是真的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要谢谢谁？对，谢谢谁？许明杰吗？谢谢我这一只手，谢谢我的摩托车，因为一首歌曲，这里是我自己写的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谢谢他干嘛呢？不能这样子啦，还是要谢谢他啦。那光华其实我觉得，写歌呢这一件事情本身来讲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一定要对某一件事情有体认。当然啦，bingo嘞，这里经过真济，这里大行小行的代志说真的，你对于看事情你都有一定的一个想法跟程度在，一个深度在了。对，讲话都下次叫你这个后天来挂去。对，然后还有最近我看到一句话写得很好，他说：“人生不要看得太细致啊。”对，因为你的记忆点，你要把它记得这么多嘛？对，其实人记得多，其实烦恼会多，而且不快乐会多。没错，所以你的思想可能就是会跟着这个东西。那我如果还有机会一直写的话，我觉得我的最大优点就是说，我不用我把它记录在这个文字上嘛，对，或者音符上面嘛，那就是一个定调就写出来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我当下会记较济啊，卖也卖个记的好啊。是，所以希望可以感动别人。这 bingo， 你这样切换过来被访问，你的感觉是如何？我的感觉就是说奇怪，这里锻炼这里这样，不累，好像也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。不，谢谢，我要谢谢锻炼哈，因为我早期在做华语歌曲的时阵哈，我们那时候就是从去上节目开始学习如何讲话，然后慢慢的。你的发现讲上电视通告啦，然后去演戏啦，你知道口条怎么做表演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广播也做十几年了嘛，所以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情绪，你不知道说，当你要再度被访问的时候，你被安娜来去形容自己的专辑。可是因为我跟导练熟，我们都一起玩音乐，所以我干嘛洗地来轰猛化雄戏啊？就是最了解你的状况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非常谢谢 bingo， 也祝福我们 bingo 这一张我被不会专辑的一档金价这个飞得高高的这样子，好，这个不管是在收听，这个我们来讲收听率啊，然后销售量啊，这个 MV 的点播啊，拢会当一飞冲天。最后就来听这首歌就叫做《第33日》，谢谢 bingo， 谢谢。窗外天青青，怎样出来？冷清清，空气中的香味，是你留予我的苦行。这是你离开第33日，不知什么是你生命。老舍中的时情，也无法度继续想你。日
袂清，你放我多受一大情，缘甲分甲你甲我，拢全无代念，犹原讲拢分袂清，你踮我脑海中浮沉，放袂落的爱等到何时？